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巨蟹座對射手座。水象嘅巨蟹習慣先建立穩定嘅邊界，從而慢慢累積安全感。火象嘅射手就傾向透過不斷嘅探索，尋找屬於自己嘅自由空間。一個穩穩守住自己嘅範圍，一個就中意向外無限延伸。當呢兩種完全相反嘅行為機制相遇，會出現啲乜嘢嘅結果呢？當一方想透過多啲見面嚟確認關係，另一方就習慣喺唔同嘅社交同興趣之間來回穿梭，咁呢段關係又會點樣發展呢？匹配度49分。巨蟹喺投入感情之後，行為就會開始變得規律化，佢哋會主動安排固定見面，例如每晚傾電話或者週末約出街，希望將對方嘅生活納入埋自己嘅生活日常當中。對巨蟹嚟講，關係嘅深淺好取決於大家相處嘅時間有幾多。射手就算確立咗關係，行為都依然保持住流動性，佢哋會跟住自己當下嘅興致隨時更改行程，例如臨時走去聚會，或者突然投入新興趣。對射手嚟講，關係係喺各自各精彩嘅生活入面有意交匯，而唔係將兩個人嘅行程夾硬綁埋一齊。當巨蟹開始想建立穩定嘅互動模式，但係射手就成日打破原本嘅預期。例如巨蟹預咗週末見面，但射手又可能臨時改變計劃，或者安排咗其他活動。呢種落差就會令巨蟹開始對關係產生質疑，仲會想嘗試訂立雙方互動嘅規律添。而射手就會因為感覺到自己嘅行蹤好似有被監管住嘅壓力，反而就會更頻繁咁四圍去，以表示自己嘅獨立。咁就導致個回應變得一時又好熱情，一時又唔見咗人啦。最終巨蟹會因為建立唔到穩定嘅互動節奏而慢慢退縮，而射手就會繼續維持自己原本隨性嘅節奏。雙方喺行為上可以話係徹底脫鈎，好難做到深層嘅連結。當一方想透過分享心事嚟拉近距離，另一方就習慣用輕鬆互動嘅方式去維持關係。咁佢哋之間又可以建立出點樣嘅友誼呢？投契度52分。巨蟹喺友情入面通常會傾向透過分享情緒嚟建立親近感，佢哋會同對方傾煩惱，分享比較私密嘅近況，亦都會慢慢將對方視為可以優先依賴嘅人。對巨蟹嚟講，對方可唔可以承接自己嘅情緒，好多時就決定咗段關係嘅深度。射手就比較少用情緒互動嚟做社交核心，佢哋反而更中意分享新鮮話題，或者去約唔同嘅活動。而互動多數圍繞資訊同體驗為主，佢哋比較少長時間停留喺個人情緒上面。當巨蟹開始分享比較深層嘅心事，射手就可能會將話題轉去其他方向，甚至乎再揾多啲朋友加入討論，令原本私底下嘅交流慢慢變成一個群體嘅互動。呢種落差會令巨蟹慢慢減少分享，而射手就繼續維持原本嘅互動節奏，雙方嘅交流層次就會開始慢慢分離。最後，巨蟹會退翻去比較保守嘅互動範圍，射手就繼續維持間歇式出現嘅聯絡模式。友情雖然未完全中斷，但係就好難發展成緊密嘅友誼啦。巨蟹傾向先穩定好現有嘅方向，再一步一步推進。射手就會不斷引入新機會，去擴展項目嘅範圍。咁樣嘅合作方式，可唔可以令個項目順利發展呢？合作度45分。巨蟹喺項目合作入面，通常會用風險規避嘅方式去推進。佢哋會預先確認好人手同埋分工，希望個項目可以喺可預期範圍內慢慢完成。一旦出現新方向或者有任何變動嗰陣，巨蟹多數都會重新評估個可行性，避免個項目偏離原本嘅目標。射手就傾向用機會擴展嘅方式去推進項目。當發現有新市場或者合作機會嗰陣，佢哋就可能會同時引入新資源或者擴大項目範圍，希望喺執行過程入面擴大成果。當巨蟹專注喺穩定推進當前嘅內容，射手就不斷引入新嘅方向同可能性，項目嘅重心就會開始變得分散。巨蟹傾向收窄範圍，射手就持續擴展邊界，令決策方向需要不斷調整，項目進度亦都變得難以向前推進。最後，個項目可能會同時出現幾個發展方向，但係就欠缺一致性，結果雙方嘅合作會慢慢減少，好難建立到長期合作嘅模式啦。一個會透過深耕現有嘅優勢，慢慢去建立領先，另一個就不停開拓新方向嚟擴大競爭空間。呢個會係一場點樣嘅競爭呢？
競爭百分比47-53，射手略勝。巨蟹喺競爭入面會傾向先穩住現有優勢，佢哋會長時間經營人脈同埋合作關係，透過穩定表現嚟慢慢建立信任，確保自己嘅基本盤唔會被動搖。射手就傾向開拓新嘅競爭空間，一發現有新嘅機會嗰陣，就會引入唔同資源，或者提出全新方向，試圖將競爭範圍進一步擴大。當巨蟹持續深耕原有嘅優勢，射手就不停開闢新嘅戰線，競爭焦點就會開始慢慢轉移。例如巨蟹展示過往穩定嘅成績，射手就引入跨界別嘅新資源，直接改變咗原本嘅評比標準。巨蟹嘅優勢雖然穩固，但係就可能要面對戰場被重新定義嘅情況。整體嚟講，巨蟹的確可以維持穩定嘅競爭力，但射手一旦成功開拓到新嘅競爭空間，就比較容易喺關鍵時刻攞到個主導權啦。巨蟹對射手嘅總結：巨蟹同射手嘅互動關鍵在於兩者對邊界嘅處理方式完全唔同。巨蟹傾向透過穩定互動去建立邊界，再慢慢將人同埋事納入自己嘅安全範圍。射手就習慣打破原有嘅範圍，透過不斷探索去維持行動嘅彈性。當一方不斷收窄範圍，另一方就不停向外延伸，呢種方向上嘅差異會喺長期互動入面逐漸被放大。巨蟹會容易因為對方嘅經常轉向而減少投入，射手就因為感覺受到限制而保持距離。雙方雖然仲有交集，但互動嘅節點就會慢慢變得越嚟越少。長遠嚟講，巨蟹同射手嘅關係往往唔係源於激烈嘅衝突，反而係喺唔同方向嘅追求過程入面漸漸分離，令彼此嘅行為模式好難形成穩定同埋持續嘅連結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